棒棒哦！站起来。这个走马盖。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哎呀，巴寨！这很坏。是不是？因為天書洞河誒呢度綠福村，誒咋好肥肥食嚟了，還有愛醬醬的布妞。好吧。有一個人認真在看什麼？他的攻略。你等一下要先玩什麼？你攻略有看到了嗎？不可以玩。美女在幹嘛？花頭歪歪，你學祥成老弟頭歪歪啊？很冰對不對？介腰鼓，還有東風鐵介腰鼓。厲害！你覺得很像嗎？哦，講得還有。中山的菩薩堂咧開動球場哦，開差不多要半點鐘哦，動嘢叫動錄音，真正痛，唔怪，動音。非洲大羚羊呢，它的头啊，其实长得比较像鹿，身体的部分跟牛一样这样的形状，尾巴甩来甩去的，非常可爱，跟驴子尾巴比较像。在它身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种不同动物的特征，所以其实它们又被称作为四足象或是动物拼图。大羚羊呢，它的跳跃力很惊人，一次可以跳120公尺，120公分，好远啊！它的屁股黑色跟白色之间与生俱来就多那一道淡咖啡色纹路哦。哇，好酷哎！还有淡咖啡色。这片区域呢，其实啊还有有看到吗？雀的声音，它是在树里头你还在看啊？好动球哦！我们重复一下，我们家的狮子老虎在叫哎，各位有发现后面有？你可以看羅浮，還有獅，還有龍，開班烏龍。很害怕哦。都得這樣哦，好痛苦哦。好恐怖。管頭嘞，有人那嘞。管頭嗎？哇，好酷！它都不会理我们的呀。哎，这样子，看那边，有水摸，一种甜。拜拜。哎。看饭。不要手不要来。好，手给爸爸。手给爸爸。阿妈，好吃的。不得了。不行。一撮颠转木马，很夸张哎，这江城。大成，爸爸在哪里？耶，结束喽。哇，三角龙，哭哭喽！恐龙你有看到是不是？长对了。